另外是国民嘅欢喜看12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中央专家补助800万属于人事费用的台南再生能源查核议案，经法局送议会审查。不过议员对着台南政电的区域甲方式，甚至质疑经法局长甲财团利益有挂钩，所以在场的国民党籍议员多数拢表达反对，最后退回起复预算。针对台南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认定甲查核，中央补助800万属议会成电府议案，经法局送议会联审。议员陈坤和首先发言，台南政电全国遥遥领先，质疑此外能源政策已经伤害滨海区域的发展。议员蔡辉嘛强烈质疑经法局长甲光电财团利益挂钩，审查过程无替地方严格把关。会中这位南亚议员嘛表示，袂当因为中央专业补助地方来买单，一定要将地方的伤害降到上低。竟然把我们卢竹沟的乡亲保护家园当作暴民，现在有88颗子弹，你88颗子弹，台南市政府没有说清楚，这笔预算给别的县市政府用，我们已经重电太多了，没有必要这些钱。咱起你为遗肉，任人宰割，你建化局规避不了这个责任，你更在意了。你一旦把关呢，一旦天然变成接触管理，你用放任调财团，这会呢，你更在。我们跟中央的部分也是有表达，如果碰到环境敏感区域，我们都会。不敢在那边做你啦，啊不叫你做，只然要做啥？你唔要把关一下，无然你所在，咱市政府意见。那么同意袂当动工呢？你才会以书面的方式跟中央正式。你跟你讲这个假讲的嘛，这条我不赞成。如果在一开始不准的话，当然就没有这800万的问题产生了啊，才没有什么人事的问题嘛。所以一开始你把关的时候，它离我们这个住户我们的社区非常近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没有去好好的把关，你说那时候没有逮，还会到还没有在这个案子是中央审查，其实中央审查，但是我们地方要有意见啊，我不是照单全收啊。面对议员强烈的反对，局长答复该店付款800万是10位审核与评估人员的薪水，针对政电的区域，拢有函文甲中央沟通，坚持土地正义。这笔费用是中央进行相关一个审查的，给我们的一个支持，800万的部分是我们10位同仁的薪水，从1月1号这笔钱，从1月1号到12月31号的薪资跟业务费。那我们其实就会照议员所说的，我们会严加的来针对所送来的申请的资料来进行审查。最后大会主席黄丽昭现场表决，结果在场8位反对店户，无人举手赞成，该案被议会退回。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新的地标建筑新华果菜市场，在今年9月16号起营运以来，吸引民众参观，累计到达游客已经高达40万人次。伫现在市场的交易区、美食街甲周边绿美化工程拢已经完毕，在4号正式举办开营典礼。3、2、1，新华果菜市场正式开幕。新华果菜市场是咱台湾非常具有历史，而且有指标性的市场集散地。但因为具有的市场腹地较小，而且佫临近学校、大体区，使得市场发展性受到阻碍。因此，台南市政府决定办理迁移。自103年开始推动市场迁移计划，历经多年的规划设计甲施工，终于伫今年12月正式启用。筹划已久在我在4年前动工的新华果菜市场，现在终于顺利完工，而且经过试营运之后，各界反应良好，不仅是摊商，他们认为说他们的收入至少增加了好几成以上。那消费者也认为说能够来到一个比较干净又明亮的，而且又货色很齐全，而且又是景色还蛮不错的一个新的果菜市场来购物那基本上他们都消费者跟供应者他们的满意度都非常高。那同时这个果菜市场也被叫做最美的果菜市场，但是我们希望说
这个国菜市场既然已经盛大风光的开幕了，那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变成另外一个很好适合民众来的一个景点，既是国菜市场，也是休闲景点。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台南市最美丽的新化国菜市场。农业局表示，新化国菜市场内空间调高，市民通风，交易场宽敞明亮，反转以往传统国菜市场让客人乌暗暗印象。除此以外，市场亮点之一就是波浪形的绿化厝尾顶，除了具有散热效果，而且更兼具美观功能。所以市场伫今年9月份4月份开始，就荣获全国上水国菜市场美称，跃升成为南台湾热门观光型景点。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伫台南市北区专门为12岁以上青少年所设计希望公园游戏场将要完工，市长委托嘛特别高调关心，同时体验真侪项的设施。市长表示，这座游戏场的设备不只会当练体力，嘛有趣味性，除了符合青少年，嘛是社区民众休闲的好所在。由市府补助北区公所500万工程经费，伫咧希望公园中央绿地打造大约100平特色游戏场，会当互青少年学童会当伫遮自由走跳。场内设有各式各样体能训练设备，不但趣味，嘛真有挑战性，真适合青少年来锻炼体能。在这个游戏场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你可以说体能训练，也可以说是锻炼，好，那也有蛮高的趣味性哈，不管是这个蹦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绳梯啦，或者是相关的攀爬设备，其实都是蛮适合的哈。那这个有一些部分是适合6岁以上的人，有些部分是适合12岁以上的人。那因为12岁以上的主要是以青少年为主了，但是成年人像我这样子，刚刚也玩了好几样了哈，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成年人、对青少年来讲都是蛮适合的。希望公园赞。当地里长林胜段表示，过去这是一片草地，现在改为青少年走跳游戏场，也予北区加了一位专为12岁以上青少年朋友锻炼所在。这边只是一个小朋友一个绿色的草皮，有小朋友这边踢足球啊，打羽毛球啊。起码改做安尼，你感觉呢？比较好啊。怎么说？当然要多一个特色公园啊，特色的有，因为整个北区只有这个地方有12岁以上的，国中生、高中生可以攀爬的，其他都是小朋友的溜滑梯而已啊。现在多这一个特色哦，大家都会很羡慕这边。北区区长李丰兴表示，希望公园特色游戏场是经由当地里长林胜段、在地居民以及公民团体多处协同讨论，并听取亲子家庭的需求，打造符合游戏场设计规定原则下进行改造设计，而且也无移除公园内任何一丛树木，维护自然环境。公所将伫明年陆续进行北区特色游戏场改造，届时将会搭配无同形态主题，甲大家见面。提供予亲子家庭过节优质休闲选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迎接圣诞节，台南手机餐饮已经连续11档，邀请台南家福中心的儿童来食圣诞大餐。头家娘表示，过去伊就是南家福中心的自立青年，伫创业有成来回馈，希望持续用温暖的料理来陪伴弱势儿童过欢乐的圣诞。手机餐饮业者对民国101年举办家福儿童圣诞餐宴，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1档。今年总共邀请60位孩童参加。活动当中，除了提供每一位孩童拢会用咧响应烧烫烫的佳肴，更加邀请魔术师来甲家福儿童互动，让每一位孩童感受到欢乐圣诞的气氛。有这个现在是6只的举手，哎，6只这7只的举手。好，正确答案就是6只，掌声鼓励一下。手机餐饮连续11档举办圣诞活动，就算近年来餐饮受到疫情的影响，嘛毋捌中断，而且选伫咧12月温馨感恩的季节，甲家福儿童来同乐。一方面，因为过去家己嘛曾经受到咱家福中心的帮忙。现在事业有成，嘛特别回馈家福中心。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家福的公益活动，那我们已经连续举办第11年了。那以前呢，我是家福中心的自立青年，那很感谢在年幼的时候，家福中心呢给予我许多的帮助。那长大之后呢，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开餐厅，也希望就是可以继续把这份爱回馈给小朋友们。那这个活动的用意呢，也是希望说小朋友们在这个很值得庆祝的圣诞节呢，可以得到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也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在社会上呢，还是有很多就是叔叔阿姨是非常非常关心他们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呢，让这些小朋友知道，得到这份温暖之后，可以把这份爱跟力量呢，继续的延续下去。长大之后呢，也可以继续回馈社会。很开心在今天的圣诞节平安餐会里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曾经陪伴过的自立青年雅琪，她所经营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餐厅，在今年已经进行了第11届的圣诞节平安餐宴，然后邀请了我们南台南家福中心现在所扶助的弱势儿童来享受这一个圣诞节的平安餐会。那特别在疫情当中，在这个疫情当中，家福中心所陪伴的弱势亲子，真的很不容易，也很辛苦。陈雅琪女士为了让孩童感受到温馨欢乐的圣诞节，更加号召各界的朋友做回来募集丰富的圣诞礼物，让家福儿童嘛用的感受收到圣诞礼物的喜乐。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很多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
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行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委托台南市教育甲儿童青少年发展协会所进行辅导中毒生的这届规划纳度议案，昭和举行亲子教育的讲座，邀请侪家长的参加，场面相当危险。问题囡仔容易遗忘伫校园，也容易成为政府保护网以外族群。这群适合又搁适合少年朋友。不但仅身处伫咧碰风之路，更可能陷入未知的危险，而且不只是离校本身，就连家长也是需要被支持甲协助的对象。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希望借由这次公私合力的多元团体课程，带领家长去思考、去学习，甲囡仔重新建立正向互动的关系。他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会容易抱怨、埋怨不好，都是别人的错。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可是在这边呢，他会想，嘿，遇到事情了，我们要互相帮忙，然后呢，要往正好的方向去想。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课程，引导我们的家长，好，因为其实孩子会走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的家庭状况，好，家长他可能是失功能，或是家长他在亲子教养方面的话，他可能会无所适从。好，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来协助我们的家长，好，让我们的透过家长一个增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引导回到他正规的路上。承办这次讲座的台南市儿少协会理事长叶纯珍表示，协会辅导青少年已经将近20档，累积真侪实务工作经验。透过举办这堂课程，会当让家长了解如何陪伴甲鼓励囡仔行回正道。今天的课程让我们家长可以检视他自己对孩子平常在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可能他要去跟青少年或者是那个儿童要去我们这些中级生去做一些沟通的时候，他更有方法。儿少协会创会理事长施俊君表示，根据协会多年辅导经验，发现除了儿少以外，通常家长也是需要被支持的重点对象。这家长可能是成绩低能、甲沟通互动的不足，造成亲子之间的问题。因此，协会理念就是提供家长甲囡仔相处的相关知识甲技巧，并借由团体课程，还是建立正向沟通的新模式。未来协会也持续甲家庭教育中心合作，办理一季一出的相关教育课程。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举办5G 基地台电波预测研究说明会，会中委托云林科技大学预测结果上大数字比国际参考值加真多，嘛借此厘清民众对基地台一直有电波威胁的顾虑。民众对基地台的电磁波疑虑时有所闻，也发生不少抗争拆台事件。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为消除疑虑，委托第三方国立云林科技大学选定全台34座基地台测量，结果显示民众的健康受到电磁波的影响微乎其微。由我们这边团队里面呢，针对全台34座的基地台做量测。那量测的结果呢，最高功率值呢是为国际标准值的
0.0388%。换句话说，我们的量测的结果远低于国际标准的限制值。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量测的整个电磁波的感觉会比呢各位家人呢在我们家里面用的微波炉或者是其他的家电用品呢还更为安全。跟手机相比的话呢，手机当然离基地台越远的话，它的发射的功率也就会越大。所以呢，建议我们这边呢，整个基地台的涵盖率要越高越好，那以让民众使用起手机的话呢，更为安全。另外 ，NCC 也说明，手机若距离基地台越远，发射的功率越大，对人体的电磁波风险较高。反而建置基地台可以让手机无需发射大功率，对人体影响较小，同时也提升国内行动宽频网速竞争力。前的5月那个彰化和美那个甘井里那曾经发生过有那个就是有一个基地台，那个屋主他这个里民跟他抗议说，你的房子上面有一个基地台要求要撤除。那当时这个一撤除之后整个里的那个手机就没办法打通，还有没办法上网所以当时就透过这个里民大会然后就通过说应该要再盖回来那再盖回来，但原来那个屋主就不愿意盖。那这个时候我经过我们这个 NCC 的中区处这个处长也很积极去促成。那后来跟县政府在这个就取得一块这个土地那盖了一个单独三个业者共构的一个基地台。那另外因为这有前瞻计划的补助，我们就把它再加上这一个那个发电机就变成一个防灾型了。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万一有停电或者说我们发生一些重大事故的时候它那个发动机会马上开启。那维持这个那个手机的畅通就是等于它至少可以在72小时之内透过这个电池还有发电机那让这个手机是畅通的。所以一方面我们也维护了这个民众一般就是手机的权益，一方面我们也促进了这个在当地就将来万一发生防灾灾害的时候可以维持手机通讯上的一个安全。这个其实也是跟当地的一些可能民意代表或者说一些民众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有关大家觉得这个我们这个里有发生过几个这个可能有罹癌的事件大家就归因于这一个基地台。那我想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一个量测报告今天的量测报告其实是我们 NCC 就是成立以来第一次所做的一个透过这个第三方的学术机关做的一个量测。那这个量测的结果显示说，其实我们民众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恐慌因为我们台湾的目前基地台的这个电磁波的量是远低于国际标准的。未来要让5G 通讯普及 ，NCC 也提到还会增加微型基地台，考虑结合路灯、政府公共设施，让基础建设更为完整。这个其实我们2年前就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个法规上去修订这个我们的基地台管理办法里头，就其中有一项就是微型的基地台可以设在路灯杆或是号志杆上那甚至桥梁车站那这个是因为都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主管权责所以之前我们也透过地方政府沟通，那等到他们真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们会整批的去比如说我要建构在哪里，然后去跟地方政府谈说我租用你的这个号志杆，租用你的这个路灯杆那这样要多少钱，整批去洽谈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乐见未来各个地方政府都能够开放它的这些公共设施来让我们的基础建设能够更完整我们的基地台管理办法等于与
经可以让基地台业者来申请这个基地台的一个设置啦等于已经取得了法规上的一个合法性了那当然这个主要的权责机关还是在地方政府，他愿不愿意把这一个公共设施释出来，然后让业者来设置微型的基地台。NCC 期盼透过两侧数据消弭民众对基地台电磁波疑虑。若住家附近有基地台的民众，也可以透过电磁波服务专线，有专人到现场量测数据，降低民众恐慌，在时代进步、享受网速科技同时，不担心影响健康。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感谢收看12月15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